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号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72921个本土病例，211个人死亡。有专家预告6月中以后疫情会转好，也毋过死亡高峰无遐尼紧结束。总统蔡英文早起颁发勋章予法国参议院副主席格里欧。格里欧讲，台湾亲像伊的第二故乡，会做回来对抗压迫者。已经退休的超级马拉松的选手林义佳，防指控用不法的手段趁和解金，事后林义佳以20万交保。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增加72921个本土病例，有211个人死亡，有一个青少年是因为肺炎死亡，中重症是有575例哦。咱国内嘛出现第2例，恢复了后出现严重发炎、迷失的个案，是伫台北医学大学病院的一个5岁囡仔哦，已经出院了。指挥中心是表示讲，注一档的疫苗应该会降低9成的风险。那么做伙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昨天新确诊了72921位感染者，境外移入的病例有46位。那死亡的个案有211位。那今天我们新增的中重症个案有575位，10多岁的这一位是一位这个17岁的男性哈。那这次是在5月30号的时候呢，开始有咳嗽痰多呼吸困难、嗜睡、意识不清等等这些症状，住加护病房的治疗过程当中，还是不幸发生了这个败血性休克以及多重器官的损伤，所以不幸在6月1号就过世了。儿童的这个重症的部分有增加1例，这个是先前媒体也已经有报道的，这个在北部这边的一个5岁的男童，他是等于我们国内已知的第2例的这个多系统炎症症候群，就是 MIS-C 的这个个案。那经过治疗之后，病情很快就好转，已经在6月7号的时候已经顺利的出院。本土我们累积感染这样的一个累积确诊的病例大概到达11.4%，大概这7天平均下来大概都是差不多接近7万了。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段时间扣掉连假的因素等等的，那也没有明显的提高，不过看起来整体的趋势是在往下走。确诊者遗体刚需要第24点钟来火化，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上好嘛是爱赶紧处理。国民党是质疑陈时中讲伊的讲法变来变去，互地方政府唔知要安怎办，呼吁讲应该爱赶紧来定出明确办法。台北市的第2殡仪馆目前嘛拍算讲，要设2病死亡的临时排位区，互家属会当去祭拜。特别死亡个案到底敢是爱伫24点钟来火化完，引起争议。国民党召开记者会批评，政政指挥官陈时中讲法，表示无要求伫24点钟来处理尸体，而是爱先通报。毋过6月7日解讲，公文所记尽速处理遗体，都是记24点钟来，只是无明写。讲法一变再变，互地方毋知要安怎做。陈时中已经变成慢郎中。他们对于他们往生的家人，他们想要用一个更庄严的方式跟他告别，但是这件事情在蔡政府的心目当中完全不重要，所以都没有处理。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出任何的指引。确诊病患死亡之后的遗体，他没有办法做这个防腐的处理，所以仍然需要尽速。他没有办法做化妆，因为化妆的话，那这个从事这种化妆的工作人员，他的风险会比较高。国民党批评中央无顾及着被死亡者家属无法度见最后一面的冲击。各国确诊丧钟指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应该避免凶狂处理着被死亡者。尊重保护死者的宗教文化。另外，纽澳、新加坡甲加拿大也无尽速火化的规定，拢是要求伫遵守相关管控停事的前提之下做最后的告别。台北市治病也当咧建议设置着被死亡者临时排位区，互家属会当前往祭拜。确诊遗体目前还是不能在馆内做寄存的动作，那这部分我们也还在跟上头研议。送火之后要再设排位区，这个我们是没有禁止的。我确诊，我痊愈了，看到死去的市民心情很低落，希望他们的离去更有尊严。
官方也进一步的说明，因为法规新冠肺炎是第5类法定传染病，无法度寄存。不过游员会努力在许可前提之下，优化后事处理流程，兼顾防疫，亡者尊严，家属追思。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死亡的病例数是愈来愈多哦。有专家预告讲，6月中以后，疫情会豆豆啊转好，也毋过死亡的高峰袂遐尼紧结束。这2天，美国莫德纳公司表示讲，已经研究出会当同时来预防为着武汉元素病毒阿尔法甲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疫苗，会赶紧来申请上市的许可。新冠本土疫情由原地过关期，连日来逐天确诊死亡人数超过100例，初八增加159例死亡，各创新高。对此，有专家表示，如果6月下旬疫情会转好，2礼拜了后，当前死亡人数也会得到明显下降，所以死亡高峰应该会搁延续一阵啊。6月中下旬，应该疫情会确诊人数应该会开始减少。那到7月的时候，应该就会降到很低的程度，那至于死亡人数呢，一定要等到这个确诊人数开始下降以后，往后推大概2个礼拜，我们才有把握这死亡人数会开始降。不过好消息是，美国莫德纳疫苗公司初八宣布，研发出一款新的拟计出世代疫苗，会当同时预防感染中国武汉元素的病毒株阿法。甲即马流行的奥密克戎的病毒株，因为临床实验发现，新疫苗的几何平均效果是目前上市疫苗的8倍，而且新疫苗对抗其他新冠变种病毒株也有一定的保护力。mRNA 跟过去的一个蛋白质疫苗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可以制造跟研发的过程是比较快的哈。那不过现在就是只有临床试验结果，下一步莫德纳还是要赶快的，怎么样能够扩大生产。医师提起，美国新冠疫情转好了后，流感疫情开始升悬，尤其是儿童流感住院率增加，英国也有类似现象。所以，国内今年秋冬流感疫情恐惊比往年严重。那同时感染新冠加流感，重症率会增加4倍，死亡率是增加2倍。建议家长唔通疏忽儿童注流感疫苗，中央也爱提早部署流感医疗药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法国参议院的访问团，嘛颁发勋章予法国参议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格里欧。格里欧强调讲，台湾就亲像是伊的第2故乡，伊会继续来帮助台湾对抗压迫者。另外，立法院是举行台湾斯洛伐克国会联谊会成立大会，也毋过访问团的团长斯洛伐克国会副议长劳伦契特。各有副团长国会优待小组的主席欧苏斯基，拢因为为着病无出席。总统蔡英文初到伫总统府接见法国参议院访问团，也亲身颁授大綬庆婚勋章，予法国参议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格里欧，表达伊对台法交流的贡献。蔡总统致辞时阵强调，来访问的参议员拢是台湾正诚恳的朋友，特别感谢法国伫世界卫生大会声援台湾。去年法国参众两院创造了多项友台的历史记录，除了分别通过友台决议案，两院的友台小组主席也陆续率团访问台湾。Aussi, Madame la Présidente, je vous fais le serment d'aider Taïwan contre ceux qui l'oppriment, de favoriser sa liberté.contre ceux qui s'y opposent。蔡总统强调，台湾法国欧盟是理念真稳健的国家，会持续深化合作，加速甲欧盟协签双边投资协定。法国最近陆续通过友台法案，这原来是格里欧第2届访问台湾。伊表示，台湾就是伊第2个故乡，伊即届有这个荣幸获颁勋章，互伊有责任去证明家己挺台湾的决心，帮助台湾对抗压迫者。立法院早起是举行台湾斯洛伐克国会联谊会成立大会。斯洛伐克国会列霍茨基指出，台湾甲斯洛伐克有真近的历史过程，对于台湾遭受共产强权的威胁，感受真深，一定要努力捍卫。aby sa vybudovalo priateľstvo medzi dvoma krajinami, je dôležité, alebo je lepšie, aby tieto krajiny mali niečo spoločné. Ja si myslím, že Tajván a Slovensko majú veľa toho spoločného. Tak ako Tajván, aj slovenská cesta k demokracii trvala dlhý čas
a je potrebné ich neustále brániť pred hrozbami zvonku aj znútra. 不过，访问团团长斯洛伐克国会副议长劳伦契克甲副团长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欧苏斯基煞缺席，证实已经确诊。不过，两个人进前才面会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行政院表示，接近的时阵拢有做好防疫，未影响苏贞昌下晡接见法国访问团。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个律师陈宏基，伊不满讲未当申请无爸母名甲伴侣名的身份证哦，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判讲，户政事务所应该会当发这款的身份证。也毋过内政部是表示讲，伊无法度接受这个判决，会阁提出上诉。律师陈宏基去台北市文山区户政事务所，想要换身份证，希望内底卖包括爸母、配偶的名，还有凭证等等的资料，索强拒绝。 伊不服提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讲，身份证登记爸母甲配偶的名，还有凭证，无符合户籍法，判户政事务所应该爱核发无包括这个资料的身份证予伊。内政部表示，因是无法度接受这个判决，会提起上诉。这个判决当然我们不能接受，这是非常清楚。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身份证不是拿来公布给别人看的，身份证是拿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身份不是只有 拿我的身份证字号跟名字就可以证明我，因为他要有从关联性来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这个案子内政部当然会跟地方的副手会一致，我们会主张还是要求一定要上诉。内政部认为讲，身份证是政府合法重要身份的证明，有真大的公信力。民众若是自由选择要显示什么资料，无共款的版本恐惊会造成资料叛徒的混乱，影响公信力。 有关身份证甲爱显示爸母、配偶等等的资料，那了立委看法是无共款。当下还是需要登录父母的姓名跟配偶栏，但是假设有特殊的情况，有极为特殊的情况，那经过户政机关的核准，可以例外。对身份证上的认定跟该提供哪些资料才有意义？我想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是提供个人的资讯为主。 其他包含自己的家长、其他的资讯，其实应该是越少越好才对。原底去年要推动的数位身份证，因为各组漏摄的记录向化重点，目前在等行政院核定专法了后才推动。内政部户政司司长林清奇表示，因为各界对资安有记录，还阁伫研究甲处理当中，未来可能爱设立资讯安全的专职机构，才有法度继续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韩国拢豆豆开放观光咯，咱台湾哦，什么时阵会解禁呢？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观光局已经做好出入境旅客办法的相关的指引，最近就会上指挥中心去讨论哦。另外，机组人员入境唔免隔离，指挥中心嘛已经讨论好势咯，也毋过还未决定讲什么时阵开始。 挂面罩、喙安，甲防疫做好，机组员拖随身行李，准备上飞机服务。只是大概任务结束，返来台湾了后，检疫的规范包括3+4、5+5等。最近指挥中心持续放零防疫的限制，传出机组员防疫的新规定会调整为0+7。他们有专用的通道、专用的车辆，然后到旅馆就不能出来哈。所以我们是觉得在机组人是可以比现在3+4在 松绑一点了。6月2号的时候，我们的专家会议有通过，那通过这样的就是民航局的一个提议啦。但是目前在这个部分，指挥中还在整体评估它的实施跟日期。对，目前还没有定案咯，还在监测当中。 虽然目前新冠疫情也搁伫传，不过各国陆续选择甲病毒共存，放零边境的防疫。亲像南韩蔡北也宣布，所有入境的人，就算无注疫苗，也唔免隔离。日本是开放旅行团，不过游客必须彻底做到挂喙安、消毒，也甲买海外旅游险。若是台湾的国境，什么时阵开放？对这代志，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观光局已经准备好出入境的旅客指引。 PCR 2天内就是要阴性，然后3剂哈，然后团进团出。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主要是希望边境的开放哈，不要让更多的类似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再进来。王国材表示，虽然目前国境也未开放，不过7月15进行上路，希望业者伫国内市场先练兵，一旦未来开放，就会当提供上佳好的服务。
目前旅客出入境相关指引已经完成，第一期会送到指挥中心核定，不过也是先开放商务客，再来才观光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双溪好霸潭，去年10月有一个撩溪体验活动，造成2个大人4个囡仔被溪水冲走，不幸过往。检方侦办认定讲，涉所的领队无尽到判断天气，搁现场状况等责任，予以过失第4罪起诉。认书信领队部分涉嫌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就书信被告部分，检察官认为他未注意天候，到4点，然后才离开现场。那在最后一个路口的部分，他未在前方引导正确的路线，然后导致一行人过河发生憾事。针对这个办活动的公司天大电风自然公司姓张的负责人，佮有姓杜的股东因为无证据显示讲这2个人应该爱为意外来负责，所以这2个人是无起诉处分。再来看顶个月底伫台南安南区一个公园的厝厝有家长发现讲换手互人拔西瓜刀，害囡仔着伤警方看上百支的监视器，找到一个75岁的嫌犯。也毋过，警方找到这人的时阵这老大人已经过身了，所以为怎样要安尼做，即嘛无法度对查咯。阿伯，你拢会来遮休困吗？啊？这位好亲像是受伤无法度讲话75岁阿公，经过警方的调查，伊就是甲刀拔伫顶美公园厝换手的嫌犯。不过伊即马也已经过身啊。就是现场遗留的一个血迹，还有这个刀具上的刀柄的话，它的 DNA 就跟死者我们所采的一个生物基证比对都是相符的哈。那当然，目击证人当日的在11点50分左右，也发现了这位死者在那边也有头部有疑似血迹的这个部分，然后旁边停放的机车也刚好就是我们所查证的这个。我们初步可以研判这个公园上这个刀具的部分的话，应该就是我们死者所携带过去的。顶个月底，安南区顶美公园的厝换手，互民众拔一支西瓜刀，引发众人的惊吓。经过警方调监视器，采集血液来送验，确认这个血甲刀拢是阿公的。我们在查访他家属当中的话这个死者的一个孙女也跟我们告知是说，他的阿公近来都食欲不振然后也曾经也跟他讲说，可能他这几天就要走了的这种说法了。大概我们在家属当中是得到这些讯息。警方表示，监视器翕到这个阿公对厝邻炸一支西瓜刀，藏伫机车的后车厢，徛去离因兜100公尺的顶美公园。不过阿公无前科，犯案的动机也唔知影。警方也无发现相关的证据，研判是个案。那随后，警方也会加强巡逻，互附近的民众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塑早起开股东会，有环保人权团体伫会场外口呼吁台塑爱伫碳排甲人权尽企业责任。台塑是表示，因会伫2050年达成碳中和的目标。来到王朝酒店外口，也着飘起环保甲人权团体代表9号下晝来到台塑工业公司股东会外口，呼吁台塑集团成为台湾上大的石化集团，伫减慢气候变迁、甲环境权、人权保障顶头有袂当回避的责任。款团代表更加以股东身份进到会场发言，指出台塑伫2030年的碳排放，定会比2019年减少24%，比国际水准较低。IPCC 的一个建议，就是在2030年应该要比2019要减掉43%，也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快20%的一个减碳的幅度的差距哈。如果台塑减碳不利，那股东就会失利。伫场外款团是批评台塑伫美国越南造成的污染侵害当地人权，但台塑并无予受害人应该得到的赔偿。就和国际普遍肯认的企业人权义务是背道而驰的。台塑集团表示尊重，但无回应款团的指控。有关减碳目标，股东会顶头主席宣誓，2050年要达成碳中和。2025减量20%，2030减量40%，并朝着2050碳中和的目标来迈进。
针对环团小股东伫会上提出的检讨建议，大属工业公司回应的虚心检讨，嘛2月底上报公告应属报告书，现场嘛直接送互小股东。另外嘛强调支持政府的相关检讨政策。有关越南河江更替污染事件后续，大属表示甲公司的营运无关系，但甲环团的意见转达互因。记者吴家宝台北报道。已经退休的超级马拉松的选手林义杰，被指控讲用不法手段来告民众侵犯到智慧财产权，赚和解金哦。一当地检署就要处理上千件的告诉，检警昨展开约谈，林义杰后来是20万交保，也毋过伊强调讲伊家己是清白的。超马选手林义杰，这摆毋是伫运动比赛出现，因为涉犯律师法定罪，向移送地检署复讯。检方讯后裁定20万交保。做正义的事情，然后被列为这是嫌疑犯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又不是吸毒犯，还是杀人放火，对，然后要被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虽然伊认为家己清白，但过即摆向约谈是因为检警发现林义杰成立的顾问公司向几啊间影视业者处置电影授权，也涉嫌无咱诉讼承担处理盗版影音业务，照着对侵权方提告处置和解金盈利短1年，抓到挖千件，只是伊甲旗下员工无人有律师资格。从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更可以提醒我们一般的民众，你在今天的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那哪一些资讯是可以这个运用的，哪一些是不可以运用，慢慢的著作权的意识是必须要去提高。这类模式犯罪以早也有案例，可能会调工上传政治骗权。以钓鱼手法诱使民众下载，律师表示，会透过告诉达成和解目的，已经达到道德红线。随着网络日渐普及的同时，民众著作权观念也会得以提升，才袂无势力去违法啦。记者综合报道。网络最近有一段一个爸爸拍囡仔的画面哦，桃园警方暂时通知这当事人到案说明，目前这查某囡仔已经送去予其他亲戚照顾。有看到画面正上去的民众，是去这爸爸的机车行破邮册、押金纸，警方嘛找到来嫌犯，依法来侦办。伫乌多摆店内底，这个8岁查某囡仔因后脚。手提规卷的报纸，为分书顶伫喊起，几啊大那像是家庭暴力的影片，伫内军组甲人民车的社团，一直咧传来传去，证人是看到真生气。通警分局初白暗时啊通知当事人到案说明，社工嘛介入，评估感受需要做安置。本次事件并未报案，警方于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不当管教情况后，立即主动进行调查。乌多摆店的头家到案，甲警方讲，这个查某囡仔事上都爱讲白贼，嘛会偷摕物件。因老母几啊届甲苦劝拢无效，最近甚至还阁接到其他家长的反映，讲这个查某囡仔会讲欺负，甚至还阁教一个5岁囡仔家己伤害家己。伊伫管教的过程当中伤过激动，才会出手甲拍，嘛出面回实的，讲会调整管教的方式。对于这次管教小孩子的偏差行为所产生的让社会大众造成不佳的观感，本人在此跟各位社会大众道歉。目前评估孩子安全，并且已经交由亲属带回去照顾。针对继父不当责导管教的部分，也已经申请了紧急保护令，禁止施暴。交通中心表示，这个查某囡仔经过社工甲警察伫现场甲检查，并无明显的伤痕，嘛会评估以主管机关的名义提出伤害告诉，嘛甲查某囡仔做心理咨询，还佫甲因爸母做亲子教育，甲做接受追踪的辅导。另外有真生气的民众去乌多摆店破邮册，还佫有押金纸。警方有找到6个人到案，而且照毁损、恐吓等罪来侦办，嘛呼吁民众都要保持理性。警察甲社工目前已经有介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伫巴顿内刺客的小镇传出讲，乌克兰军队有可能会战败敌军哦，嘛去影响到几啊100万吨的粮食无法度出口，和国际社会目前是真烦恼。昨天，俄军则表示已经解放97巴卢甘斯克地区侧北双方为争端，巴顿内刺客控制权发生激烈战争。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 за підсумками і цієї доби вже 105-ю, до речі,
доби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ї війни. Це дуже жорстока битва, дуже важка. Мабуть, одна з найважчих протягом всієї цієї війни. Я вдячний кожному і кожній, хто говорив сьогодні з канцлером Німеччини Шольцем, бо ніхто не може бути зацікавлений, окрім Російської держави, в глобальній продовольчій кризі.乌克兰是全球白啊番麦甲天开之后上大出口国，因为战争甲俄军队港口封锁，互2200万吨的粮食无法度出口，影响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继续抢关，全球拢感受到强烈冲击。 The World Food Programme estimates the ripple effects of the war c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eople facing severe food insecurity by 47 million in 2022.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stop this gathering storm in its tracks.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must end. 俄国表示，这只是西方国家甲乌克兰想要将问题讲作是一场全球灾难。Внести в разряд вселенск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хотя доля вот этого зерна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о котором идет речь, она меньше 1% от общемиров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шеницы и других злаковых. Поэтому какого-либо отношения. 俄罗斯甲土耳其特别表示支持伫乌海建立一条安全走廊，予乌克兰粮食用出口。乌克兰爱移除敖德萨港附近海峡水雷，不过乌克兰表示排雷会予俄军更进一步攻击。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来看美国德州一间国小伫顶个月24发生一件枪杀案，有2个老师，阁有19个学生死亡。有一个11岁查某囡仔，昨去国会讲出伊伫现场看到的情形。伊讲老师佮同学规身躯拢是血哦，伊是甲血抹伫伊家己的身躯，假死才幸运活落来。美国众议院随着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讲会当买枪支的许可年纪对18岁提悬到21岁。 There's a door between our classrooms, and he went through there and shot my teacher and told my teacher goodnight and shot her in the head. And then he shot some of my classmates and the whiteboard.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come back to the room, so I grabbed the blood and put it all over me. 11岁查某囡仔米亚伫国会听证会的娱乐影片，讲枪击案发生的经过。顶个月24，美国德州一间小学发生一件大规模枪击案，造成2个老师甲18学生囡仔死亡。米亚迄个时阵伫身躯抹同学的血假死，佮打电话报警，幸运逃过一劫。不过一寡学生囡仔因为安尼被杀害，真侪被害学生囡仔家长甲当地病院的医师，拢伫听证会呼吁国会议员立刻采取行动。 Received a shotgun from his parents for his 16th birthday. For Zaire's 16th birthday, I bought him a few video games, some headphones, a pizza, and a cake. We are not the same. How and why? And what in the world is wrong with this country? Children should not be armed with weapons. Parents who provide their children with guns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针对一项叫做“保护咱的囡仔”法案进行表决，结果戴凯翔依照众院党派立场，到尾得到通过。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23, the nays are 204. The bill is passed. 这项法案加各位半自动步枪甲拉枪的年纪，为18岁提高到21岁。佮要求买枪的人爱加穿保管的服，袂使予未成年人无经过人允准接触到枪，或者囡仔接触到无安全保障的枪，并杀害还是伤害别人，会予人判处5年的监禁。不过，华盛顿邮报伫报道，这个法案差不多无得到共和党的支持，所以应该无希望伫参议院通过。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来看第50当前的6月7日，美联社一个联合记者黄光伟伫月前翕到一个查某囡仔严重受烫伤，伫路林咧走。这张相片后来是得到普利兹奖哦。这个记者迄当时嘛，甲联合机牵咧带送这查某囡仔赶紧去病院。咱来看这段月前的故事。
伫美国纽约的美联社总部已经退休的革命记者黄光辉，甲这张相片中的小鱼蛋查某囡仔潘氏金福再出团圆。1972年6月7日，迄当时9岁，来自越南西贡的潘氏金福，和小鱼蛋相着伤，有条衫规身躯拢无穿，伫街路痛苦的大声叫一直走。伫前线采访报道的美联社记者黄光辉翕到迄当时的情形。后来这张相片得到普利兹奖。Right now, I don't think it's 50 years ago. It just amazed me. I just think like just yesterday. 迄当时真侪记者已經走了了啊，也毋過黃光輝選擇留落來，這查某囡仔命運就安尼改變。And when she passed, and I look her body, I know she be die a moment. That's why I put all my camera gear on the highway. I want to help her right away. I don't want to take her more picture. 潘氏金福迄當時規身軀超過60個拍燒着傷，黃光輝緊急開車送伊到病院，佮提出記者證，請醫師急救。And the picture share her life. I thank you her so much. I have to thank you. Yeah. Then we are friendship forever, right? That's After why I call him Uncle Ut. Yes, we talk on the phone all the time. We travel together. Not only taking picture, rush me to the nearest hospital. He saved my life. I owe you. I'm so thankful. 潘氏金福經過10外版的手術，佮救回一命。也毋過卡車片的傷痕是真歹消毒。大漢結婚了後，向加拿大申請庇護核准，最後靠着雷射治療，互傷痕變得更骨，也靠性強力量經過來。I thought, oh my goodness, I got burned like that. I would be ugly girl, and I thank God for that moment. 黃光輝做兩日記者是受到伫美聯社擔任兩日記者阿兄的影響，阿兄伫決戰期間身亡。小魚蛋查某囡仔成做決戰上有名的代表之一。黃光輝希望這條相片會當帶予世間人及時出手鬥相共的勇氣。公視新聞黃文玲編譯。來看伊朗東部一個都市塔巴斯，昨有一台火車甲他媽機構怪手相撞，造成21人死亡，87人受傷。對於空拍的畫面，這台伊朗載300多人的火車經過塔巴斯的時陣，甲他媽機構怪手相撞，造成4節車廂敗馬並且因為位置佇正莊卡通訊無介好，救援的困難度是真高，所以死傷的人數有可能會閣增加。再來看高主的疫情繼續的拖，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講，有29個國家通報超過1000例目前是無死亡的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是表示，大部分攏是查甫人患着病主要是同同性的性行為相會。高島疫情為今年5月開始伫非高島疫區升懸。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今年非洲超過1400例疑似病例，66人死亡。目前已經伫29個非高島疫區國家通報超過1000件病例。More than 1,000 confirmed cases of monkeypox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from 29 countries that are not endemic for the disease. So far, no deaths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se countries.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mainly, but not only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譚德賽指出，高島病毒幾十年來一直存在喺非洲，佮奪走真濟人性命。這麼受到關心，是因為喺高所得國家出現病例。WHO 也強調，人甲人的密切接觸是主要傳播的方式，不過也無完全了解目前的傳播風險。醫院建議照顧患者以後應該掛喙罨。So the primary drivers of onward spread of this virus at the moment in the non-endemic setting are face-to-face, skin-to-skin, interpersonal contact, physical contact. 在國際新冠疫情部分，頂禮拜全球通報確診甲死亡人數攏減少，確診病例降低12%到300多萬例，死亡通報人數下降22%到7600例左右。不過中東新增加病例19%，東南亞小可升懸1%。公視新聞鄭慧仁報道。再來看國內新聞，今仔透早4點，國道3號南投北上的路段有一台自用車，可能是因為落大雨，路閣真滾，結果車失去控制後面有4台車又閣弄起來，有一台大貨車並車，造成1個人死亡，3個人受傷。國道3號南投北上的路段嘛全面中斷，閣會搶修車禍原因閣會調查。
现场弄甲密密麻麻，几60只车弄做伙，甚至变形，涂骹全部拢是油桶。警消赶到现场救出伤者送病院，也继续确认敢有人掉伫内底。轻伤者是大部分都身体上有擦伤，另外小货车跟大货车跟发财车的部分是一名驾驶是清醒的，副驾驶是已经欧卡状态。提到清早4点，国道3号南投路段上北226.7公里的所在发生严重的车祸，一只轿车疑似落雨天路上骨来失控，造成后壁4只大型连结车甲废车相撞，一只轿车也互牵连着，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轻重伤。有驾驶讲到施工时的状况，心内犹原真惊吓。伊只走去，伊只甲我弄的了，弄的了，我冰车了，伊就走去啊。一部小客车与一部半连结车发生碰撞，后方车辆2次事故。有驾驶指控讲，引发这场车祸的轿车阁想要逃走，警方也伫事故的地点头前甲伊炸落来，详细原因甲厘清。也拿这件事故造成国道北向的交通袂通，高公局也成立应变小组来处理，因也引导驾驶提前走别条路。导引这些要北上车辆下南投交流道，那下去的部分因为会遇到那个平面号志嘛，所以我们也请当地的那个警察局在协助疏导。高公局表示，到透早11点为止，上北主要的车路达3公里长，因也请驾驶爱提早伫南投交流道落国道来闪开塞车的路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县的三地门乡进出德文部落唯一连外道路平31线，去年的8月份因为落大雨崩山道路的关架差要100公分修理的工程招标7届拢无标出去，这几天又搁落黄霜雨，伫嘉义的山区嘛搁有一寡道路有大石头甲树崩去，嘛影响到通信。要行入这条部落对外的唯一道路，民众就要细力撇开着关架叉。这是屏东县山地门乡进出德文村唯一对外道路平31线。7公里的点仔加路，去年8月大雨崩去了后，路边关架叉超过100公分，想要修路煞找无厂商。已经1年了，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等了10个月，所以他们开始有讲说，我们只要有一条安全的一条道路就可以了。环府要发包工程煞7届流标，还阁找无厂商来修，判断讲是工程困难，加上原物料起价，才无人来投标，将要追加着经费。办了几次的发包，因为刚好呢，就是遇到整个物价的一个波动，那遇到物价波动，就一直没有办法发包出去。选期要到啊，民众希望会当赶紧修好，较袂发生着危险。离最近的梅雨嘛，互嘉义山区真侪道路出现着落石，还阁有树仔崩去。甲挡路的树仔刷走，现场伫梅山乡加152线2.2公里处，树仔倒去嘛缀着电视设备，加169线道31公里处接受落石，互维修的人员非常的无用。大树滑落到马路，我们昨天经过连夜抢修，现在呢已经清除完毕。环府表示，这是雨雨较细，会请厂商赶紧来移除掉这的障碍物。气象局虽然伫咧9号半暝3点解除掉大雨特报，但西北部沿海地区也是有较大的雨势，民众外出也是驶车去山顶，也是要注意着行车安全。记者王柳婷、陈显坤、林慧婷，屏东嘉义报道。台中昨的本土确诊病例是全国上济。台中市政府今仔就宣布讲，高中以下学校阁有公立幼儿园线顶上课，阁再继续1礼拜一直到17。本地已经准备好要甲囡仔送去学校的家长是真无奈。中南部当地咧疫情的高峰，台中市8号本土确诊11587例，是全国上悬。台中市长罗秀燕经过甲家长团体会商了后，9号率全国之先宣布高中以下学校甲公幼暂停实体课程，稳固教学，搁再延1礼拜。那也跟家长团体讨论以后呢，那我们决定下个礼拜再停学停课不停学1周从13号。
从13号到17号。台中市为5月23号开始暂停实体课程，到这礼拜已经满3礼拜了。市府提出7到18岁确诊人数占比的趋势图，为14.2%降到10.8%，认为停课会当有效降低囡仔染疫的风险，因此决议搁再延，撇开染疫的高峰。不过有学生的家长批评，囡仔停课就要满1个月了，家长不断请假照顾，严重影响到经济。对于这个双薪家庭的家长，其实真的是很困扰，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向公司，就是爸爸妈妈两边一直互相请假，那这个生计真的就是一个问题。医界是认为，搁再延学生线上教学，优点是疫情会慢慢来上升，整体医疗量能有反应的时间，但是缺点是达到群体免疫的时间点也对咧拖延。可以让这个那个冲撞的速度稍微减缓一点，但是相对的话，他如果要下来的话，也会拖长，毕竟没有得过的人，他就是还是有感染的机会。目前宣布高中以下学校13号恢复实体课程的县市有新竹县、云林县、嘉义市、甲台东县。台中市是宣布13至17号持续远距教学。记者台中报道。花莲县长宣布讲，高中职以下的学校今仔开始会当登去学校上课咯，也毋过要求学生要有快筛阴性的证明哦，才会当入去学校。今仔早起统计有未少学生是继续搁请防疫假。某一寡无做快筛学生来到学校又搁回去。敢若还未困精神的囡仔为校园行出来，因为无快筛，身体阁无爽快，所以叫老师请来转厝。为少学生囡仔是请假根本无来，家长是讲是安怎毋伫后礼拜一才复课。现在星期4嘛，明天就星期5嘛，假这2天就假嘛，要么你就下个礼拜一再开始。对不对？这样子真的是很麻烦啊。以我们学校将近1400位学生来讲，170位的学生没有来，那也就是大概占12%的学生是自主防疫假。花莲县长市真为强调，线顶课程已经进行3礼拜，无来学校，不过也是一寡囡仔确诊，佮加上囡仔伫厝的，对一寡家庭造成经济压力，收教款原来是有影响。为了保障我们有一些家长的工作权，因为已经3个礼拜，有一些家长其实县长信箱也非常多的投诉，以及保障到孩子的受教权，恢复到实体上课。不过有学生囡仔私底下反映，快筛真无爽快，有同学甚至甲别人照相片假快筛证明，佮加学生囡仔疫苗早拄注射无偌久，复课的时间点有淡薄伤赶。可能有些人家里没有快筛试剂，或是不想快筛的人，就会拿之前的快筛试剂来当做标准。因为他们前2天才打疫苗，疫苗大概起作用、产生抗体的时间大概要14天左右，所以我觉得就是离得有点近。县政府教育处强调，目前花莲幼儿园第1期注射率是49.5%，国小的注射率是64.1%，国高中第3期注射率是50.9%。家长若是烦恼，也是会当替囡仔请防疫假。不过每一个学校无一定有实体甲线顶课程同齐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中共的军机定定来较了，咱国空军的任务是愈来愈多。空军气象联队、立岛分队早暗拢会放一届的探空气球来测温度、湿度，还有气压，提供气象官来分析哦。另外，立岛嘛有拄普勒气象雷达，这嘛是拢辅助各项空军的工具。将探空气球灌满空气，气象署也爱校检发射机，这关系着敢会当准确收集气象数据。3、2、1。空军气象联队立岛分队伫早起8点、暗时8点，一天至少放2摆探空气球。若是风台期间，也阁会增加放的次数。升空了后，探空气球会当离地30至40公里。安装伫气球顶的无线电探测仪，伫各空站收集温度、湿度、气压、风速等数据，将资料及时回传到电脑。特别注意的是，中央气象局也有放探空气球，也毋过气象局多数运用伫天气预报、大数据分析。空军立岛气象分队除了甲气象局合作交换资料，收集气象数据，主要投入伫战演训任务，像战机执行飞行任务、人员跳伞、物资公道进前，拢挖靠气象数据做参考。他如果不知道结冰的高度，甚至它会造成我们的发动机就卡住结冰等等，或是我们的那个起降机。因为结冰造成那个我们的
那个要打开的部分结冰了，它甚至还造成它降落的危险。对，这些都是容易造成飞安的原因。位于火烧山的军事用地，拄好是绿岛的上观点。空军气象连队绿岛分队伫民国102年换装成型，拄无了气象雷达，24点钟一直运作，继续收集水汽反应、监测风场、变角预警。另外，本岛花莲甲垦丁拢有部署气象雷达。绿岛气象雷达是伫2个之间会当掠到东部侦测室甲大大提升风台监测的精准度。绿岛分队雷达，它的图资是每7分钟会更新一张，因此相较于预报来讲，透过我们的人员判断，7分钟就可以判断一张图，它的预报会相较于中央气象局来讲较为比较及时。空军气象连队绿岛分队指出，探空气球甲地面雷达搭配使用气象资料，会当提供机场4公里、8公里空隙甲作战空隙使用。除了会当针对雷雨天气实施预警，也对气象馆分析空气天气变化有帮助，提供精准预报资料，让飞行员伫演训之前做好相关准备，确保飞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最近稻仔佮番麦拢染着病，传出灾情。县政府甲农业单位去现场了解哦，望讲中央卖当甲番麦来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对象，来减少农友的损失。5月落过大雨了后，云林县内10个乡镇的早冬稻仔出现灾情。其中种稻仔3000公顷的水拿乡上较严重，当地农民表示，虽然落雨了后有赶紧除药啊防治，不过效果有限，即马出现拍树的情形，收成减真多。当然天然灾害，咱有救济金，政府编啊济，当然这是事实看起来咱是看真正可怜啦。啊，你规矩别挂，这挂无10挂，这不够成本啦。如果抽水，然后刚好遇到下雨，然后再你在喷药防治以往的喷药防治方法上，那个防治效果比较没有像以往那么明显。所以导致说我们就感觉说它的水到了病的严重程度就会非常的高。农业处表示，县府最近函文建请中央勘采，也是提报天然灾害救助。对这件代志，农委会表示，今年开始实施稻仔的收入保险，取代英国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但是种稻仔的区域减产2成，农民就当赔18000块。另外，受到大雨霜冻的，佫有土库镇当时间原厂乡的番麦。因为拄咧开火时阵点吼，啊落雨咧出起来是顺的是变安尼这样。灾害救助的部分呢，玉米从3万6有提高到4万1啊。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县内种番麦面积是2800公顷，经过农改场人员的勘采，包含土库当时原厂番麦明显变较细粒，佫有欠粒的情形，初步判定已经达到救助的标准。保证农业处函文农委会建议这3个乡镇的番麦广告救助。记者综报道。教育部最近预告要修幼教法，按算互2岁囡仔会当甲3、4岁囡仔做伙上课。也毋过有一寡家长佮教育团体是认为讲，2岁到3岁以上的囡仔教育佮有照顾的方式拢无啥相共哦，无应该做这款的修法。大的已经要开始学习了，小的可能还是在身体温饱、休息、健康的这部分。烦恼2岁幼囡仔，若是开放到会当甲3岁、4岁囡仔做伙上课，对幼稚的保护，也佮有囡仔的学习权拢会受到影响。睡觉、吃饭，这些都是很基本的生理需求。那如果老师还要同时带5、6岁的，那5、6岁的他要开始学习了，他的权益也会被影响。就家长的选择，我有保姆选择，公托2岁专班的选择，在照顾比上从1:1到1:8，不需要让我的孩子去一个照顾比到1:15那么高的比例呀。照目前的规范，2岁还未满3岁会当参加2岁专班，3岁了后是一般较接听到的幼稚园的班级。不过2岁到3岁以上的班级人数、教保员或者是硬体设施要求拢无同款。不过教育部伫5日节日甲进前预告，要修订幼教法施行的内容，互2岁幼囡仔会当甲3岁、4岁班级做伙上课。家长甲教育团体是真烦恼。2岁的小孩光空间、师资，他的需求完全都不一样。到底是要以儿童的福祉为考量，还是以你教育部的业绩为考量？2岁专班是你提出来的，2岁可以混龄也是你提出来的。如果站在2岁孩子的立场去思考，应该是要增设这个幼儿他必须要有3岁的专班。那如果不符合，他就不符合我们的所谓的适用对象。他如果没有设置2岁专班，或者是2岁专班他已经额满，但是他的3岁专班还有余额，
那第3个要件的部分就是必须幼儿他的生理年龄要满3岁的当月他才可以入班。教育部回应讲，已经伫今年5月份邀请地方政府、教师、甲家长等相关的团体，听取因的意见。伫草案预告的期间，嘛持续听各界的意见，才做接续修法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一种营养价值真悬的超级食物，叫做油芒哦，是古早原住民的食物，也毋过后来就消失60天咯。中研院伫13天前，甲台东区的农业改良场做伙合作，来进行保种保育，嘛来辅导原住民来种植。布农族人嘛已经成功来种出这种超级食物咯，咱做伙来了解。伫野外，你可能发现这种生做亲像干针，佮亲像稻米的食物，啊，毋过无详细看，想讲是草啊，伊是互人讲是超级未来食物的油芒。台东县延平乡武陵部落布农族人已经种7冬啊，差不多7分地。这个族人是讲，这是部落传统食物，毋过消失真久啊，要甲家己食过的食物，甲找到倒来家己种。后来我就问了部落里面的老人家，所以有听过没吃过。我就是为了他们的在报告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中研院的研究，油芒的营养成分比稻米、红台啊、甲麦啊拢较悬，而且对咱人的健康真有帮助的刷鱼，唔免靠食鱼啊，因为种油芒无需要水，也免野肥甲农药。不过种作技术消失60年，看起来佫亲像草啊，真紧互抠掉，种源处理困难。目前台东区农改场负责保种甲保育，保存国内10外种油芒籽，陆续去部落辅导种作。油芒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种的东西，但是因为种源取得上其实真的是比较困难一些。环境上可以有一些的改善吗？就是人类一样也需要这个，但是可以透过吃油芒。台东农改场表示，油芒1年收2改，而且规场拢会当利用，伊的筋骨也会当做动物饲料。伫个食品的应用也陆续用伫餐饮加点心食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一个专门来照顾失智老大人的团体哦，因为和老大人练习安怎甲其他人来互动，佮安排因去便利商店卖咖啡，甲人客来开讲哦。帮讲会当来减少老大人的退化。咱来看这真无简单，这法度会当啉到阿公阿嬷泡的咖啡。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谢谢光临，谢谢光临。正式上工进前，先练习拍就好。这一天，家己圣母家学的失智症老大人穿围裙，正做7-11的高年级实习生。咖啡偌济钱？咖啡啊，一杯啊，第一批的上市45块。哦，对。问咖啡偌济钱？阿巧阿嬷讲话虽然慢，却回答甲真清楚。疫情爆发进前，圣母家学每礼拜拢安排失智老大人到超商做1点钟的店员。我煮的啦。哦，谢谢阿嬷，谢谢哦。啊，好啉就搁安怎？谢谢。好。好啉就搁来啊。好。卖咖啡其实是协助阿公阿嬷复健的一种方式。2017年，中华圣母基金会参考日本的上错菜餐厅甲荷兰的失智症超市，甲统一超商合作开几点啊咖啡馆。这张偌济？1天。啊，咱来找偌济？爱找930。930哦，厉害。长辈去那边学习按咖啡机。它是一个抽象思考能力的训练。长辈到门市里面去接待这个客人，它是一个社交技巧的一个训练跟回复。门市实施和失智的老大人面对大众机会变多，对因的情绪控制、应对技巧拢有帮助。激发的他的潜能，然后他们乐在其中，那有自己那种存在的价值，创造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不再是所谓大家讲的失智就完全没有用。让大家更加熟悉失智症社区，也打造出更加友善的环境。社会孤立 （social isolation） 这一块呢，的确对我们的失智症病人造成蛮大的影响。中华圣母基金会已经规划今年底进行，和几点的咖啡馆也拓展到金门、澎湖这所在，要向全台各县市拢一间的目标。希望未来全台各地民众拢行入失智友善超商，饮一杯阿公阿嬷做的咖啡。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